来看海军敦睦舰队今年4月到6月去拜会3友邦，登来台湾的是经过南沙太平岛，咱的游船补给舰、搬石舰有伫咧南沙太平岛的码头挖港，国军嘛有公布相片，这是头一届公开上万吨军舰挖太平码头的画面，真有战略意义。 南沙太平岛就在眼前，海军东部远航训练支队唔敢大意，先派出小船水文勘查，确认靠港航道这状况，目的就是为了这个时刻。标准排水量10371吨，满载达到2859吨的油弹补给舰、搬石军舰，头一摆停靠伫太平岛码头。这拢归功去年起好的太平岛码头的整建工程。伫整建进前，码头停靠大型的舰艇。去年4月完工了后，已经会使互海巡的100吨巡防艇经常驻点，4000吨级的巡防舰停靠，军搬石舰直接停靠，互未来事务运用更加有春秋的所在。台资舰的这个靠泊。 相对的也是一个属于我们讲实际的验证啊，那代表万吨的这个船只在那边是可以做所谓的输泊跟这个运补。参加分析，敦睦舰艇任务无再局限地培养官校生、航海食补、敦放面板、宣扬国威等，也包含航行过去较少去海域，以及加有名的舰艇。有时拄到是海上练兵者应付作为，为了应对中国对台湾一直施压，毋那国军强化战略，伫美国的纽约更加出现为台湾加入联合国而行的游行活动。 大化考核13美东地区的代表团体、留学生、甲咱国立委以及友邦驻联合国官员等，斗阵行就巴哈顿归路，呼吁和台湾加入联合国会员，参与联合国的事务。我们被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，但是我们还是努力的发展自己的路。那世界也需要我们。 第80届联合国大会初到伫纽约联合国总部开议，不过台湾对1971年就一直无得参加。为了宣传台湾加入联合国，纽约办事处今年经由计程车广告进行宣传，内向团体也制作世博广场大型的广告，推案标语重点是甲台湾斗阵贡献，团结更加好，希望凸显台湾参与联合国的必要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